欢迎大家收听听台语唠英文。Learning English in Taiwanese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仔日咱的听台语唠英文真正无共哦。正经咱拢是来讲英文的用法，今仔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伊的由来。大家敢会记咱正前有介绍过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是啥物意思吗？伊是泄露秘密的意思。毋过大家敢知影伊的由来？故事是安尼来发生的。伫真久以前的英国市场，有一个卖猪仔的头家。若是有人要买猪仔，伊就叫伊的新郎甲猪仔用袋仔装好，才甲送过去。伊总是真骨力的交代伊的新郎，爱甲猪仔一只一只拢装好，而且阁爱甲包好，避免猪仔流出来。毋过，安尼稳定的日子过了几冬了后，煞来因为猪仔的成本变悬，起了变化。伊咧想，到底有啥物款的办法会当降低这个成本，来赚更较侪利润呢？这个时阵，边仔的猫仔雄雄喵喵，这款的叫声煞来引起头家的注意。伊想空想芳，竟然就甲猫仔掠入去布袋内面。想要用猫仔来代替猪仔，而且伊心内搁伫想：对外表看袂出来，我真聪明。到了送货迄一天，头家伊讲 ：“Hello， 你要爱的猪仔送来啊！多谢，我马上提一互你。”咦，本来就以为代志真顺利啊，毋过伫车的后面，这个时阵出来雄雄传出着喵喵，无到几秒钟的时间。猫仔就对布袋仔来走出来了，那是猫仔，规个代志就安尼来逼空咯。所以从此以后，猫仔对袋仔走出来就有泄露秘密的意思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若听到这个时阵，就代表你是真正重视的听众朋友。所以讲，若有任何意见，请写伫后面甲咱讲哦，咱后一集再相逢。